国家人权博物馆对2015年设立人权纪念碑，迄个时阵呢有8079位受难者前辈刻纪念碑，也因为这名单有更新，人权馆去年6月开始就征收这纪念碑的空间，建立纪念碑查询系统，希望未来会当帮助国家侪民众了解政治受难者因的生命历史。拜四呢也举办这纪念碑的纪念典礼。 这个政治受难者前辈，佮文化部长李婉做伙伫景美人权博物馆启动新的人权纪念碑。其中一位受难者前辈杨天龙亲身将家己的名放入去纪念碑。伊伫16岁时阵，因为涉嫌伫新德市新生戏院用钢笔写参加共产党顶标语，所以被羁押。杨天龙前辈表示，真感谢通透过纪念碑，把这段记忆家己的名保留。有一个纪念性的，可以永久的保存下去的纪念性质。 我今天看到这纪念碑的落实，我非常的感谢有这么一个这个纪念碑。景美人权博物馆伫2015年设立人权纪念碑，迄阵有8079位受难者前辈刻伫纪念碑顶悬。这几年因为有一寡档案受难者的资料一直见光，目前受难者人数是增加到12060位，所以人权博物馆对去年6月征收纪念碑，增加纪念碑的空间。文化部长李婉表示，这每一个人的名，就代表一个家庭一个沉重的故事。虽然目前不义为止保存条例还未通过，不过政府转型正义的工作未停歇。在立法院告诉所有立法委员，因为你们没有过同样的痛苦，你们应该要了解别人的痛苦，你才能够面对白色恐怖到底是什么事情。那最近我们在不义遗址的条例没有通过之前，我们要做一个有转型正义意义的空间，接受民间的人来申请。 另外，这届国家人权博物馆唔但改善纪念碑的空间位置，也特别建立线顶的资料库，民众通以受难者的名落去查询，了解受难者的故事，找到笔迹的位置。人权博物馆表示，咱袂当忘记历史的假事，希望透过更新纪念碑，通帮助民众了解政治受难者的生命史，把这段历史记忆留落来，表达感念，这也是转型正义真重要的一部分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